我諗放榜咧，我哋觀察同學最大嘅一個擔心咧，就係佢原先嘅一啲期望，最後未必達到，即係話當中有個落差。咁我諗要去收窄呢個落差咧，有幾樣嘢可以做嘅。第一就係嗰個目標其實要貼近佢個能力，即係話唔好過於高估自己嗰個成績。咁好多時成績喺放榜之前，同學透過校內試啊、模擬試咧，都可以約莫知道自己嗰個表現嘅。咁所以第一個就係個目標唔好偏離自己真實個實力啦。第二個就係我哋要去即係預計唔同成績之下嘅一啲唔同選擇。因為有陣時啲同學真係會有啲機會失手嘅，例如可能語文科本身佢以為可以達到 level 3或以上，但係最終可能攞唔到嘅。咁呢啲同學其實要預計定有咁嘅情況下出現，佢有啲咩相應嘅行動咯。咁因為當一個同學佢冇諗過Plan B 嘅，佢由頭到尾都淨係諗住讀某一間大學、某一個學科、某一個專業咧。當佢攞唔到嗰個相關嘅機會咧，咁佢可能就會情緒好低落啦。咁所以我哋要做一個成績嘅預估，並按住唔同嘅一啲預計分數咧，做定一啲實際嘅行動準備。咁當放榜之後真係分數有落差，同學都知道點算好嘛。咁所以呢個係我哋需要調適嘅一啲心態。咁第二個就係家長又好，學生都好，好多時放咗榜之後都會好多擔心，其中有幾個原因嘅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嗰個比較啦。第二個就係家長同學淨係睇到個結果，就睇唔到個過程。舉個例，一個學生可能最後出到嚟個成績唔係好理想嘅，但係佢可能當中透過佢嘅努力已經有唔少嘅進步。咁如果我哋睇唔到個過程，淨係睇個結果，個分數唔理想嘅話咧，可能個擔心都會多，或者嗰個憤怒情況都會出現。咁第三就係有陣時啲同學咧，其實佢唔係好理解一個學科將來嘅升學嘅一啲銜接途徑。舉個例，佢一心好想入資助大學嘅，咁當佢入唔到嘅時候，佢咪會覺得好擔心咯。咁但係其實當佢去報一啲例如副學位啊，之後有個好成績咧，其實佢都有機會銜接翻自己當初嘅夢想嘅。咁所以有陣時佢唔清楚呢個資訊嘅，咁佢咪覺得好似一世都冇機會達到自己嘅目標咯。咁但係當佢知道原來都有唔同嘅銜接嘅渠道啦，就算係唔同嘅一啲學科，例如我唔讀資助大學嘅，咁但係一啲自資學位啊、私立大學咧，其實都可以做到可能同一個夢想嘅職業嘅。因為好多時當同學掌握多咗一啲升學嘅概況，可能佢嗰個出路嘅選擇多咗咧，咁佢自然嗰個擔憂就會減少咯。無論任何嘅升學途徑咧，最終都係講嗰個目標，即係話佢透過選擇呢個升學嘅方向咧，希望達至例如係做邊個行業啦，做邊個職位啦，咁所以先有呢個目標先。咁當佢清楚呢個目標啦，咁佢就可以揾翻究竟會唔會有相關嘅一啲學科可以俾佢做選擇咯。舉個例，有啲同學想做社工嘅，咁佢可能以為淨係讀資助大學嘅社工系先至可以做到社工，但係其實唔係嘅。咁舉個例，佢個分數冇咁理想，都可以揀一啲自資嘅學士學位係社工嘅學系啦。甚至乎佢個分數例如中英文冇3嘅話咧，其實揀一啲叫高級文憑嘅課程咧，都可以投身社工呢個行業，做一個註冊嘅社工。當然佢可能需要再多一啲之後嘅進修，先至可以去返自己嗰個目標啦。咁所以我諗第一樣嘢最重要就係個同學要知道自己希望攞到啲咩。每一個同學都唔同嘅，有啲同學可能係一啲專業嘅資格，有啲同學咧就希望達到理想嘅一啲職位，有啲同學可能本身佢喜歡嘅就係嗰個大學嘅排名啊，大學嘅一啲生活或者係一啲學習嘅一啲目標咯。咁所以我諗先了解咗自己嘅需要咧，再去揀翻相應嘅學科係重要嘅。關於聯招以外嘅一啲，例如自資學位同副學位嘅收生咧，其實主要有2個方法嘅。咁有部分同學可能已經做咗㗎啦，因為呢啲唔同嘅課程咧，其實都會喺放榜之前收生。有啲同學如果係去報咗名嘅，好可能已經攞咗一啲叫做有條件嘅取錄。咁呢啲同學咧，其實放榜之後咧，就只需要佢去確定自己想讀邊個學科。
咁首先就確認個學位啦，然之後喺7月20號中午之前去交留位費咧，咁個學科都係屬於同學嘅。咁所以呢啲同學咧要去做嘅行動就係思考下究竟邊個學科我想讀，然之後去做翻相應嘅手續。咁另外有一類同學就係佢放榜之前可能冇做一啲報名啦，又或者佢之前報名嘅學科咧未必係最後心儀嘅。咁呢啲同學就真係要把握咧，放榜之後其實唔同嘅自資院校咧都會做一啲職場嘅收生嘅。咁好多時會即時去報名啦，即時收生啦，甚至乎係即時面試嘅。咁所以當呢啲同學有需要我哋叫撲學校嘅話咧，其實佢就要去準備一啲相應嘅文件咯，例如可能佢嘅相片啊、身份證嘅正本副本啊、校內嘅一啲成績啊，或者會唔會有一啲文件去證明佢有一啲成績以外嘅能力嘅，咁都係需要嘅。咁所以要留意就係無論放榜之前有做報名嘅工作啦，定放榜之後先做咧，其實都有嗰個叫做機會去達到自己心儀嘅學科。不過要留意一樣嘢就係嗰啲學位咧，好多時都係一路去派出去嘅，即係話當佢個行動較慢嘅時候咧，好可能心儀嘅學科有機會就已經派晒㗎啦。咁所以放榜之前，可能同學要有一個具體嘅計劃，例如我真係個分數唔達標，我先去邊間院校，再去另一間院校，咁佢有個行動表，先後次序咁會好啲咯。今年咧，其實聯招報名嘅人數咧，比去年多咗5%嘅。咁呢個係一個升勢嘅持續，因為2025年本身咧都已經比2024年咧多咗9.幾個%，但係同時間聯招派出嚟嘅8大 Year One 位咧，其實基本上不變，好多時就意味住嗰個聯招嘅學科嘅分數，特別係資助大學8大嘅收生中位數咧會上升嘅，應該會上升大約5%。